路加福音第5章。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，眾人擁擠他，要聽神的道。他見有2隻船灣在湖邊，打魚的人卻離開船，洗網去了。有一隻船是西門的，耶穌就上去，請他把船撐開，稍微離岸，就坐下，從船上教訓眾人。講完了，對西門說：把船開到水深之處，下網打魚。西門說：夫子，我們整夜勞力，並沒有打着什麼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他們下了網，就圈住許多魚，網險些裂開，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。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2隻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門彼得看見，就俯伏在耶穌膝前，說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。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、約翰也是這樣。耶穌對西門說：不要怕，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。他們把2隻船攏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從了耶穌。有一回，耶穌在一個城裏，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，看見他，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說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耶穌伸手摸他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。耶穌囑咐他：你切不可告訴人，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，又要為你得了潔淨，照摩西所吩咐的，獻上禮物，對眾人作證據。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。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。有一天，耶穌教訓人，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着，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並耶路撒冷來的。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，使他能醫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個毯子，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，卻因人多，尋不出法子抬進去，就上了房頂，從瓦間把他連褥子墜到當中，正在耶穌面前。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毯子說：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：這說僭妄話的是誰？除了神以外，誰能赦罪呢？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，就說：你們心裏議論的是什麼呢？或說你的罪赦了，或說你起來行走，哪樣容易呢？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，就對毯子說：我吩咐你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當眾人面前立刻起來，拿着他所臥的褥子回家去，歸榮耀與神。眾人都驚奇，也歸榮耀與神，並且滿心懼怕，說：我們今日看見非常的事了。這事以後，耶穌出去，看見一個稅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你跟從我來。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來跟從了耶穌。利未在自己家裏為耶穌大擺筵席，有許多稅吏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。法利賽人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，說：你們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他們說：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禱告，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，
唯獨你的門徒又吃又喝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。耶穌又設一個比喻，對他們說：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，補在舊衣服上。若是這樣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。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，若是這樣，新酒必將皮袋裂開，酒便漏出來，皮袋也就壞了。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。沒有人喝了陳酒，又想喝新的，他總說陳的好。